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8月16，诗篇27篇13節咧講：我若毋信，佇外人的地，得着看見耶和華的恩惠，就的確絕望。三甲來祈禱，互阮佇外人的地看見恩惠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實公義的上帝，你是慈悲疼痛的天父，主啊！你賞賜阮真理甲活命，你予阮有你的話做阮的美名，予阮通佇你的旨意中來活。主啊！你找聖神做阮的保惠師，予阮通得到逐時逐刻引帶甲幫助。主啊！你的疼是遐尼長闊遠深，我要用一生來學樂感謝。主啊！雖然路途坎坷歹行，雖然頭前黑暗大窪，主啊！總是阮袂專心倚靠你名，因為阮若毋信，佇外人的地得到看見你的恩惠，就的確絕望。願阮堅信救主永活，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聖名。阿們。耶穌聽你，